国防部今日是搁在公布最近24点钟内有查到中国军机来26只，中国军舰来10只，搁有发现一粒空飘气球飞过海峡中线。国防部长邱国正是回应，这应该是一粒探空气球。另外，美国参众两院军委会嘛公布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，要求协助训练台湾军队。高度7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，一进入我空域，将我非常安全，即回转脱离。国防部公布，初7透早6点至8点，侦测到26架中国军机、甲10架中国军舰伫台海附近的活动，而且佫发现一粒空中气球，初7飞过海峡中线，出现伫基隆西南方差不多101海里，高度差不多21000尺悬，向东边飞1点钟了后消失。这个季风的缘故，它往这边飘。但我们初步了解，它可能也就探空啊这一类，包括气象，平常它的这一个航道啊能不能掌控啊，风力对它有什么影响，但都在它要研究的范围。中国无放弃用武力拍台湾，也若当咧美国华府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卡麦隆，讲到台海议题时阵表示，英美共同的立场都是中国袂当以武力统一台湾。They believe in unification of China and Taiwan. The policy approach that we both share, though, is this cannot happen in a way that involves force or violence or coercion. We're aligned on key challenges that we face in the Indo-Pacific. That includes ensur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. 布林肯伫甲卡麦隆见面了后嘛强调讲，两国袂放弃甲中国有来去甲合作，毋过爱确保台海和平稳定。因若美国参众两院军委会公布协商了后，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有关台湾的部分，国会要求美国国防部为台湾制定全面的培训、咨询、甲制度化战略建构计划，列管军售交会进度，启动美台所谓安全领域的军事合作，也个分析北京侵台影响，而且研究制裁工具。增强台湾跟美国的这个安全合作跟军事的这个合作关系，展现出美国白宫跟国会一致的态度，克阻中共可能的威胁行动。法案爱伫参众两院表决通过，总统拜登签署了后才会生效。针对这点，国防部长邱国正讲，国军甲国际盟友的交流无停过，交流的范围嘛真宽，对咱国建军备战绝对有帮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